卫福部有宣布，10月中这加结婚可能就会当合法上市。烦恼这加未婚会入去校园造成学生危害，就估计邀请台北市卫生局和防止婚害团体来学校宣导。这次政府也举办线顶卫生教育写问卷，就有机会抽3C产品，请学生来了解种种事项。 卫福部已经宣布，嘉义的家离婚伫10月中可能就合法就市。为着要防止婚害伫校园拓开，台北市卫生局和结婚团体提早进入校园宣导。台北市政府也定自治条例，规定婚丧袂使伫校园附近卖嘉义家离婚，若是违规，上当罚5万块。任何人不得于高中以下学校我们的基地界限的50公尺内。 来贩卖、供应、展示或广告加热烟，那违者被罚1到5万元。学生他们抽烟，学校不敢抽。那在校外的话，就是我们也是会有在加强的宣导。其实我们也是很担心电子就是加热烟这一块啦。 根据国际研究指出，9成结婚的少年人是对加未婚开始的，而且不管是加未婚也是早婚，拢有尼古丁，同款会对身体造成伤害，尤其是青少年的大脑，爱到25岁才会成熟。愈早食薰，唔但会影响学习，也会造成情绪问题。为着要用趣味的方式，让学生了解婚害对身体的伤害，台北市卫生局也举办线顶卫教抽3C的活动。其实我们要做卫教，让同学能够吸收了解。 这些烟害是有点辛苦的，但是透过扫码答题，然后可以抽 iPad 的活动，同学的参与非常的踊跃。我可以就是邀请我的同学，然后一起去抽 iPad， 或者说我可以借他的账号，然后帮他回答问题，然后再把奖品拿走。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学生，在任何的场所使用无合法的电子烟，也是无通过审查的加未婚，相当是罚1万块。提醒学生千万唔通做违法的代志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